阿尼玛亲，阿尼玛亲，责任为谁？10，我以为我能纵身跃上马背，像一个真正的骑手，驰过河流，奔向10万杜姆汇聚之处，点燃从拉萨带来的静香，献给隐蔽在山水中的神灵。但事实与愿望背逆，我用了几次力气，才跨上康拉那宽厚的背。果果在我身后紧拽着缰绳，他才是驾驭自如的人。当马的四蹄似乎不稳，我紧闭双目，默默祈祷，生怕我这个想象中的骑手被他甩入激越的水流，犹如轮回的水流。11，穿黑藏袍的果果，戴细眼镜的果果，下个月就去西宁上大学。他的父亲是有着妙音歌喉的勇士，为挚爱的家乡和族人，在载入死者的2008年唱出新曲，被囚于黑暗中，扼住喉咙，却并未放弃。而那马康拉枣红色，很结实，它是我家的宝贝，什么活都不必干，他的生活就是玩，从没驮过这么多行李。他10岁，正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候，相当于人的20岁，跟我一样。依传统，每长几岁就会有一个新名字。大屁股，枣红色，康拉果果的马，现在是卡提亚的宠物，喂它苹果吃。我拍过它长中下会说话的大眼睛。12，想不到可乐跟夏冈波很搭。可乐是美国人的可口可乐，夏冈波是果洛人的风干牦牛肉。吃一口干肉，喝一口可乐，别有风味儿。卡提亚平时不喝可口可乐，他撇了撇嘴，耸了耸肩，但在转山时既然带上了，还是可以喝几口的。不过他先说不喝不喝，可一喝就是半瓶。我觉得他有点言行不一，但风干肉他是拒绝的。他连连摇手说藏语的不要不要。28年前第一次转阿尼玛钦，连续3天，除了夏冈波就是夏冈波，吃伤了胃口，尽管回忆起来很美好。